揸咗幾年嘅 Panamera 諗住改少少嘢嚟換啲新鮮感。啱買咗台二手嘅 Panamera， 硬係覺得佢爭啲味道。如果你都有以上嘅疑問，咁今條視頻就啱晒你啦！保時捷 Panamera 前後唇、側邊裙板、後視鏡等車身塑料飾件，出廠標配就係塑料馬面，好多車主都覺得唔好睇，而且時間長咗會發白，望落去真係有損豪車質感。喺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進行塑料檢噴漆，可以達到原廠選配一樣嘅效果。首先係打磨、噴底漆、噴面漆、噴清漆，少一步都會影響效果，影響使用壽命。我哋選用進口漆，呢個選擇關乎到呈現出嚟嘅質感、亮度及硬度。噴完之後光影流轉，線條分明，全車都有光澤感，每一個角度都可以反射光線，與車身漆面完美融合。第二個必做項目三段尾翼，呢個絕對係最型轎跑 Panamera 必裝嘅靈魂之作。當車速提升，尾翼打開，型到冇朋友，直接成為車流中最有辨識度嘅背景。三段式嘅設計可收可放，完美融合賽車感與科技感。第三唔使講啦，聽聲你就明。而家較大手機音量，用耳仔去感受。做呢啲裝修唔係為咗車嘅外觀更型更迷人，而係車主通過保時捷呢個載體表達唔一樣嘅自己。